用3至5分鐘就可以提拉消腫，用咗佢效果真係超明顯。全靠呢部 Yamé 牙野線修儀，成個產品質感同包裝都好靚，前後對比超明顯 firm 咗，同埋有光澤，超啱成日熬夜或者第二日起身超容易水腫嘅靚女們用。操作好簡單，一開機就可以用，一步集合3大光效，配合自己嘅 skincare 就 OK 啦。朝早起身用 Daily Mode 3分鐘，水腫即刻消。仲有16頻變頻電流，就好似幫肌膚同時做16種運動一樣。碌緊嗰陣 feel 到暖暖嘅，好舒服。你睇下右邊個細緻度同光滑度勁明顯。夜晚用 Aging Mode， 邊按摩邊提拉，塗上面霜再敷埋面膜，精華可以加倍吸收，因為有全身熱感超導技術，可以快速滲透肌膚底層。哇，右邊用咗5分鐘已經吸收晒啦。有3種高能護膚 LED。綠光美白、紅光修護、藍光祛痘，仲有針對暗瘡模式，2分鐘控油控痘，而家突然爆暗瘡都唔驚啦。另外機身仲設有眼部專用護理模式，由頭到腳都可以護理 ，CP 值超高。10cm 嘅超大護理頭，碌幾下就搞掂成塊面，女生必備嘅懶人神器。機身設計細細部，方便攜帶。Yamé牙野閃修儀簡單易用，懶人都可以擁有光澤緊緻肌。擁有一部閃修儀就可以搞掂晒我肌膚問題，而家仲要入紙必用。300女王節打算送俾媽咪 keep 住一齊靚。而家Yamé官網有獨家優惠，快啲去睇下啦！